继续要来讲疫情稳定，教育部嘛来调整到高中以下学校防疫的指引。为即摆开始到18号，中昼食饭唔免过来用隔板，嘛唔免来维持到7.5米的距离。另外，表演艺术的课程嘛来放宽，奔走乐器唔免过来挂喙暗咯。也毋过台北市有部分的学校，因为考虑到全校的人数超过1000人，认为也是安全第一，所以无来改进这个防疫的措施。 继续来维持。快要憋死了，因为有时候就会这样稍微拉一下，因为真的吸不到气，快疯了。在学校什么时候戴口罩最痛苦？上体育课的时候。上体育课，因为呢，跑步的时候如果流汗湿湿的，呼吸会很困难。戴满的话，你都会通常要戴几片来？10片啊，好辛苦，暴汗哎，因为他比较会流汗。流汗先生汗搁要流偌久？最暗什么时阵才会当放零？疫情无遮尔紧张，国教署嘛甲高中以下学校指引放零。 有一次呢，我就把头夹在隔板，结果水果就掉到地上，就不想再戴隔板。国教署宣布甲规定放零，不过伫中山国小联合唱分品啊，不管你敢有咧唱，要是看袂到你的嘴。学校人数也是比较多哈，小学就1500人哦，也会考量到孩子的安全，以孩子的卫生安全为最高的考量。要是掠较暗的，袂使放松，囡仔要是会去剃挂嘴暗，唯一袂去剃的恐惊死。你还记得同学长什么样子吗？有一些不知道，因为大部分都是我还不太认识的人。毕业的时候应该会知道吧？嗯。希望疫情赶紧得到控制，让学生会使看到同学的面。